美国职篮 NBA 底特律活塞今天主场迎战多伦多暴龙，活塞前锋格里芬 Blake Griffin 夺下全队最高25分、8篮板，帮助球队以110-107击败暴龙。活塞中锋德拉蒙 Andre Drummond 缴出15分、17篮板的双十表现，后卫杰克森 Reggie Jackson 也砍下20分。暴龙队台一好手林书豪今天先发出赛，但手感不佳，4次出手仅投中1颗3分球，上场近17分钟贡献3分、2篮板、3助攻，无缘帮助球队夺胜。暴龙前锋雷纳德 Kawhi Leonard 则攻下全场最高33分、10篮板。板凳球员范弗利特 Fred VanVleet 天的对上次高17分。已经确定能晋级季后赛的暴龙今天吞败后，目前例行赛战绩49胜21败，东区联盟排名第2。活塞36胜33败，暂居东区第6。